大家好，我係關於同會計師，好高興喺節目中同大家見面。今日咧同大家講下 JTech Software 2025年，今日係第八堂課。OK，你今日我俾大家睇下我哋呢條嚟睇，呢個人真係好有意思嘅，係我哋嘅家鄉開平碉樓世界遺產文化遺產啦。OK，我18年翻去鄉下嘅時候咧，我啲朋友送俾我。嗯，你嗰條唔仲有一條嘅係嘛？係呢度啦，係呢條啊？係啦。仲有一條係一個撇長嘅，好似係。喂，我記唔係唔係唔錯咗。係唔係唔係，喺呢條喺呢度啦，喺呢度啦。哎呀，啊喝咖啡先啊。你答唔答啊？嗯，recording record 咗，OK，very good。首先我同大家講下，我哋聖誕節嘅之前一日 Christmas Eve 同埋聖誕節嗰日 Christmas New Year Eve 12、31號同埋 New Year Day 1月1號，我呢4日唔上課，其他嘅時間就算星期六、星期日都上課。因為關生就嚟唔得閒嘅，一去到26年過咗第一個禮拜之後，我就好唔得，因為我哋公司嗰啲做 bookkeeping 嘅1月嘅第一個禮拜，我哋做完咗12月，咁跟住我就開始做公司稅表。好，呢個係兩公婆先生，我首先講俾大家聽，做完咗個稅表係咩樣嘅，我再教翻大家點樣做。先生有 W2，呢先生 W2。跟住太太呢係 Schedule C，都係起身咁去做。嗱，首先呢，我哋兩公婆一齊報稅。喺呢個軟件嘅左上角，三文呢個，佢哋一開始 General 兩公婆結婚一齊報稅。嗱，咁你供卡啦、名啦、誒、出生年日啦、職業啦、電話啦、email 啦，呢邊係太太嘅，如此類推。假如呢下低係有需要啱嘅，咁就 check 呢啲 box，唔啱就唔需要 check。跟住咧，呢個地址，呢郵區，呢郵區，比如94112咁，一旦咧佢自然會出晒嘅。咁嗱，比如佢嘅95002咁，咁就去咗唔同嘅 city 唔同 county 嘅。嗯，ID 嗱，加州 ID，make sure 冇 expire。如果佢有咁啱冇 ID 或者啱 driver license expire，你可以 passport 或者 green card，但一定要有 picture。學校嗰啲唔得。咁今次呢期呢，有兩樣新嘅，第一要交移交稅。嗱，先生咧有 W2 有 withholding，太太呢，因為係自僱，佢就要每一個 quarter 交移交稅。嗱，呢個太太
4月15號嘅第一期，6月15號2個月之後就第二期，唔係3個月啊，跟住嚟緊係3個月，因為佢第一期唔係3月15號，係4月15號，所以變成咗第一同第二期之間得2個月嘅咋。咁跟住咧，呢度最後一期，舉個例咧，仲未到期㗎，1月15號2號。你做得呢邊要俾咧，咁呢邊又計翻下一年要俾已交稅。佢加州亦都俾2000蚊一期，咁呢個一樣要咁做。咁呢個就係今年期第8堂課新嘅一樣嘢。咁其他仲有最重要嘅新嘅咧，就係我有第二個 tab，因為我哋不嬲咪第二個 tab 黑色嘅，而家今次藍色啦。嗱，呢一度自僱，即係話我哋中國叫個體戶，自己去 city 或者 county 登記，唔係有限公司。唔好好嘅地方就方便，唔好嘅地方咧，俾多啲稅，要俾多15.3嘅自僱稅，同埋有咩事告咧？告到私人財產。如果通常嚟講，Schedule C 係1萬蚊 net，咁就冇乜所謂。如果超過1萬蚊以上，用 S corporation 慳稅過，慳翻15% 自僱稅。嗱，今日就唔係講 S corp，就係 Schedule C 嗱，上再上啦。咁就 consulting 即係顧問。咁呢度邊一點打咧？咁嗱，Shift Control S，咁你就打 consulting，enter 佢出嚟。呢個 IS 俾㗎，梗係呢間公司有名，就寫咗公司名。如果冇咧，就寫喺佢109喺邊度攞翻嚟。嗯哼，又或者佢又係佢自己有間公司嘅名叫 Super Consulting Company，可以咁上，自己中意改咩名得㗎。但係要佢自己有呢個名，咁啊，梗係啦。按就聽單應該係寫俾呢間嘢唔係嘅唔係呢個係佢自己喺 city 嘅 county 度登記嘅呢個 business license。OK，佢冇出1099俾人哋。佢今年2025年係第一年，佢收咗18萬，18萬可能或者係有時係人哋一俾1099，或者有啲冇1099，唔緊要，總之佢 total 係18萬。佢賣廣告，要賣嗰啲保險 liability，呢度可能揾律師或者會計師嘅設費用、辦公室費用2000蚊一個月租金24000，買啲即係 collect 嗰啲辦公室嗰啲紙啊、筆啊、墨啊嗰啲，旅行係 business 嘅旅行，食嘢都係 business 嘅食嘢，utility 比如電費、水費、垃圾費啊咁，有啲咧就喺個租金嗰度包咗，有啲冇，喺呢種情況冇。好啦，佢仲有啲咩咧？車啦，係啦，車咧，如果你又可以用 mileage 咁做，但係亦都可以點做咧？唔好咁複冇我就你打細部車嗰啲其他 click clock 嘅開支。咁呢個人咧，先開始有部舊車，成日整咗成幾千蚊，佢哋拉咩最剔起心肝買部新車咁舉個例咁。咁你有機會咁啊？OK，咁你可以把舊車嗰啲整車都可以整翻。好啦，咁然後咧就等佢電腦自己計，OK，自己計，睇邊有着數啲。咁跟住咧買車嗱，咁買咗部車，咁當佢係喺整下睇嚟唔值晒色，5月先就剔起心肝買部新車啦，咁或者4萬蚊咁。
㗎。呢部車咧60%係生意用，OK，分5年，佢有個 special bonus 㗎。咁仲有咧，你開間公司，你都要有電腦噶嘛，要台凳噶嘛，電腦，假日有3000蚊，5年，嗰啲台凳，梗係佢買啲比較高級啲，其他嗰啲咁樣1萬蚊，分7年，跟住咧 printer 500蚊5年，整嘅嘥2000蚊7年，分咗7年折舊，即係除以7年折舊，一分咗攤開7年嚟即係扣啊，唔係一次過扣晒㗎，唔係一次過扣。佢呢個跟住咧，你解釋下7年係同5年有咩分別？7年係你話係 fixed 位，即係 attached to，即係譬如話啲咩啊，你好似我哋嘅招牌咁，我哋招牌固定嘅，整個落縫牆嘅固定嘅。你又或者好似呢度有啲櫃仔咁樣，咁咪或者嘅地板咁樣，呢個固定落去，即係同嘅物業定死咗嘅。咁你地氈都係啦，係係啊，地氈都係咁但整個天面啊都係啦，咁你天面嘅折舊唔止7年，天面27年半。咁嗱，但係啲電腦啊，呢啲台啊，喐得㗎，喐得嘅就5年。5年，哇，equipment ，equipment 5年，但係咧嗰啲 furniture 7年，呢啲 furniture 同 fixture 係同樣7年，OK，喐得嘅台凳同埋喐唔到嘅掂落嘅谷縫牆嗰啲都係7年，OK，好啦，咁樣佢就 cut 咗嚟，咁呢個人咧，唔使18萬，哦，佢呢度用咗屋企地址，但係佢租得人哋外邊肯定有個地址，所以呢度嘅佢喺呢度係咩 One Main Street，即係佢嘅嚟嚇94134佢喺呢度，咁佢我睇下佢屋企地址，佢唔係用呢個屋企地址，咁啊佢唔係用屋企做生意㗎，喺外邊做。呢個係為個 business agent 唔係個 home address， home agent 就要換啦嘛，要 change 係啦，嗱呢個加呢個 business address，因為佢呢個咪交咗2000蚊一個月嘅。如果佢係用屋企咧，就係 home office，咁又唔同，OK，咁啊自動上邊嘅地址係一樣。好啦，初初做生意賣廣告啦，跟住嗱車呢度擺到明咧，佢用真正嗰個開支啦，係 actual cost，呢個係邊2萬幾蚊咧折舊。嗱，電腦嘅3000蚊嘅40%，嗱，首先每一樣嘢嘅40%咧，40%呢啲用咗，OK，剩低60%再分幾年咁樣嘅，OK。車咧就比較特別，比多好多，見到嘛？1萬幾蚊啦，第一年即刻1萬幾蚊啦。佢把呢個4萬蚊乘以60%，咁咪24000咯。唔係車咧，唔係20 years，車係5年，但係問題咧，佢個 rate 係20，見到嘛？5年，OK，你呢度唔使理呢度呢度，咁佢話呢部車幫佢慳咗12000蚊啊，見到嘛？咁呢個總數，因為呢個第一年，所以你呢個 cumulative 呢個數啱數。咁你睇下呢個所有折舊2萬幾蚊，減咗呢後減咗89000幾，仲有9萬蚊鬆啲。咁呢個佢咪開始移交咗啲稅嘅，移交咗2萬蚊稅嘅，嚟佢老公嗰度有24000，咁加埋44000咯。因為佢有好多折舊啊，有好多部車嗰啲折舊，跟住咪咁樣使到佢哋變咗比較慳稅，所以咧佢見咗有6000幾蚊退稅。第二年冇咁冇稅㗎啦，點解咧？第二年嘅折舊咧少好多㗎，嗱呢度
第二年折舊得7000零蚊嘅咋。呢度 next year 嗰部車都少好多噶啦，得咁多嘅咋。OK，係第一年就着數嘅咋，第一年好大着數。OK，第一年28000啊，記唔記得？第二年7000咋。OK，咁無論點都好，佢已經幫到佢好多啦。呢個嗱喺呢一個入邊，你因為第一次聽我講 Schedule C，又第一次講折舊，你可能會唔係好熟悉。你有次喺 party 嗰啲時候，去成扎 party，突然間個朋友介紹個朋友嘅時候，你第一次講完呢，有時都唔記得個名係嘛？咁但係咧，你見得多次咧，就記得，誒 Philip，誒 Peter 咁，喂，好清楚啦，一見到識啦，見得多就識啦。咁呢啲報稅一樣，你見得多，聽咁，比如今日聽多幾次，再向上 YouTube 睇幾次，再自己又 download 軟件練幾次咧，咁你好熟噶。OK。咁有啲問嗰啲折舊係點樣分嘅？稅局有個可以問嘅。咁你另外咧，好多時候咧唔識咗咧，可以 Google 問一問，咁佢就會 input 出嚟。嗱，今日咧要講嘅嘢講完啦。OK，嗱，我想問大家有咩問題，你可以問。嗱，今日應該就會有，OK，不動產不同即係 attach 櫃仔啊嗰啲，係咯，一個長度啊，係所有嗰啲唔可以搬得走咧，就係折舊係7年，係7年。7年，得走嘅電腦啊、車啊，所有啲 personal 呢啲差唔多私人物件咁上下嘅嘢咧，誒就5年，買車冇5年。車都係5年，OK OK。車係5年，係嚟呢度。嗱呢度嗱，等我咁樣整整咯，你咁咯。嗱，leasehold 嗰度係十五 OK。年，跟住電腦5年，printer 5年，車都係5年，誒、furniture 5年，fixture 亦都係5年。又好似開間公司有呀，啲好貴嘅機器好貴嘅機器嗰啲嗌人送到嚟裝好佢，譬如15萬嗰部機器，嗰啲都係7年咯equipment 喎。係 另 equipment 外一個 equipment 嗱，比如呢個人咧，當然呢 consulting 又唔會有機器啦，即係如果我換一換呢個 trading 咁話咧，咁通常就有機係器。假如呢部機器係好大部機器，係成10萬蚊嘅嚇，舉個例嚇。譬如 body shop 拉車唔係嗰啲，唔係，你比如或者做 printer 做 printing company 做咩咁啊？好大隻嚟有啲噶，300萬一部嘅係。係啊，呢個嗱都係5年。5年，但係5年哦啦，咁咧，咁呢個好犀利啊！呢個5年啦，一開始攞4萬先，40%，跟住嗰6萬咧又再翻5年，I see。咁即刻可以扣 OK。兩萬億，公司係咪？係啊，啊，第二年冇咁多啊，第二年咁多1萬零蚊，第二年都 OK 啊，1萬零蚊。嗱好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啲人成日問嘅，買車。買車生意用嘅 double condo，咁上邊有一樣嘢就係要你睇下呢部車係咪6000磅？under 6000磅，仲係唔係 under 6000磅？哦，唔係呢個，哦，要計磅數，係啦，嗰部車所以幾多磅？車嗰時要喺上電揾腦睇到嘅，即係喺 Google 你睇到嗰個磅六千數。磅同唔同6000磅有咩分別咧？喂，你睇落嗱，舉個例，同樣呢個，嗱喺上面呢個 under 6000磅咧，咁就幾貴？係啦，即係比如就算 Tesla 咩咁咯，嗱。咁你呢部車最後呢12000，嚟呢度12000，
係啦，而家我就改一改佢，過咗6000磅就唔扣得啦，唔係係咪咁嘅意思？唔係，我嚟一陣開估，我俾你睇下先。好，嚟，我而家仲去做緊啦。嗱，呢部車喺呢度改一改佢，呢度，OK，H 嗰度6000磅到12磅、14磅之間，嗰啲可能係啲 truck，唔一定嘅，嗰啲 four-wheel drive 你有嘅，我覺得 that's why 好多人咧會買 four-wheel drive，four-wheel drive 都會超6000磅，換好多。正話12位，而家去咗24噶，見到？嗯，即係一次過立晒，一次過立晒，因為你呢個真係個60%，假如呢個生意係用緊100%嘅話咧，4萬蚊攞晒，一次過扣晒。假如你開買車要8，買重啲嘅車就會着數啲咯。係啊，你要嗱，嗰啲車都屬於你睇有啲咩車？啊，通常 X5 都係啦。呢啲咯，咁咩？咁你呢個入邊有晒有例子，呢啲全部都係啱。X5、X6、X7都係啦。係。咁其實咧，你任何一部車，你一上網啲車之後幾多 weight 嘅人咧，佢會講俾你聽。Google 啊，係咯，嗱，Toyota 呢個都係，春咗。係啊，大部分嘅 van 啊，係啊，U SUV 啊嗰啲都 all-wheel drive 啊嗰啲，嗯哼。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你都要 business sense，即係話你嗰部車for你嘅 business 係 make sense，嗯哼。仲有冇其他問題？你睇下嗱，假如呢個係高過6000磅嘅話，成26000蚊退稅啊，真撳晒嚟㗎。嗱，正話如果唔係6000磅，你整翻佢即係話買啱車咧，對個報稅啊有幫助嘅。係啊，嗯，OK。你去翻 under，咁啊爭好遠啦，正話咪26000幾位？呢度仲係講緊60%，有呢部車100%減埋晒。即係好似佢老豆咁講，大家新車係先係開工嘅成部車可以扣咯，喂，100%，唔係轉咗咯，頭先。唔係，等我睇。哦，我搞錯咗呢度，我整咗，即係呢個唔係，我整咗呢度，整錯呢個上邊，唔係呢個先係，要改呢個。好多人而家就算買車，如果嗰啲卡啲你係100% finance 嘅，你甚至乎買一部車
walk out 嘅卡可能淨係俾一期車錢，咁你都可以扣實，可以去明年扣稅扣咗㗎。即係話佢供車嗰度唔使理佢，係啊，以個車價嚟計。車價嘅係，公車還公車，嗯，因為嗰條數你孭住，始終要俾噶嘛。冇冇係啦係啦，冇錯，冇變咗呢個係嗰個，我仲多過頭先幾超。加埋2萬6啊嘛，即係2萬6啊嘛。哦，嗱，如果呢個你睇落，梗係呢個係100%，你睇落呢100%好犀利㗎。如果呢個100%，梗係呢個100%，而又超過6000磅嘅話，即係你嗰部車真係需要放喺呢門生意用，並且係啲專門攞嚟送貨舉個例咁咪即刻嘅折舊好多。係啦，你睇成10萬零嘅折舊啊，見到嘛？咁犀利㗎，佢即刻扣晒㗎。即係當然唔係經銷團啦，梗係你係送貨公司專門咁樣。我見到啲餐館老細都係買個 Benz 嚟咁扣法，即係話個 Benz 去買貨唔係你一燒要嗱，你要我而家做緊 training 嗱，你做乜嘢嘢都要 make business sense。make 係 sense 合理講得過去，即係其他嘅人同類嘅人咧，舉個例咧，呢個人又買 equipment，OK，又買 equipment，又買車，咁嘅話咧，呢個好犀利噶，咁佢就會扣好多錢翻嚟都得，佢結果我3萬幾蚊退稅。OK，好，清楚晒未？今日咧呢一堂課，如果要問咧，問過聽日朝早都未問得完嘅，因為呢個講落嚟好似好簡單咁，其實 Schedule C 唔係咁簡單，你要慢慢消化、慢慢練、慢慢睇，先會有機會完全熟晒嘅。你如果第一次聽得有啲咁多唔係好清楚，係好正常。一聽就聽得明晒，證明你好 super。OK，嗱，今日咧我仲要講英文，我需要咧去 save 咗呢個，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傾到呢度。OK，多謝大家。